来看新德县有一间这关公的草鱼园呢，是因为无用农药来管理，所以伫在地是真出名。也毋过长期以来呢，煞互民众放这饲的牛呢走入去果子园内底饲价食，所以地区这草鱼园是严重损失去。而且这当外时间以来呢，就算是报警察，嘛因为无人承认这牛到底是啥物人的，所以主人嘛无得讨赔。草鱼园内面竟然出现几若只牛，而且搁哪行哪食，看起来真爽神。不过果子园的主人心肝内实在真无奈，因为除了讲这牛不是因饲的，而且互牛食过草鱼叶啊，那地区草鱼未当顺利生长，把造成农民真大的损失。你完全没有叶片，你就没有办法行光合作用这件事情。你要转化储存糖分，你要开花结果，其实都需要叶片。这样吃完这样子，又要2个月之后，可能叶子还会长回来。对，所以这整株其实现在就没有产值了。我菜种上去以后，一段时间他就来采，就把菜也采进去了，没办法生了。有农民讲，过去特别发生过这款代志，报警察了后，煞无人承认这牛是啥人的，就连附近的菜园嘛受害，而且牛有愈来愈多的趋势。希望他能够牵绳这件事情，或者是做成围篱，就圈养他的牛只，结果完全无为而治啊！就是越养越多头。依照动物保护法的规定，饲主对其所饲养的动物负有管理与照顾的责任，不得放任动物任意行走。后续如经查证，确认饲主有未尽管理之责，本所将依照动物保护法的规定予以裁处。果农讲草鱼的季节就得要来啊，不过今年受到牛害影响，恐惊过去一冬又搁做白工，即马只希望牛的主人赶紧出面，好好管理这个牛，唔通互因继续搁四界乌白走，破坏人的农产。记者刘君豪，新竹报道。